即方面要来看到拜五下午，高雄有一间加油站，总共有35架迈拉伦超级跑车来到这个所在聚会。有几个工作人员看到了，赶紧来到指挥。原来这群人即马当咧环岛旅游，其中一个车主过去捌来遮入游，伊认为讲工作人员真大心，这一届正好到相报，招大家做伙来。工作人员举旗啊、指挥棍啊，徛伫个车道边仔咧指挥交通，一丝仔都唔敢凊彩。是安怎加一个油哪有遮大个出头咧？原来是这个车拢真有来头哦，因拢是超级跑车迈拉伦。这间伫高雄市青年路的加油站，27日早起会当听到延音声安尼轰轰叫。这个迈拉伦原本是咧做公路旅行，其中有一个车主因为进前捌来遮加过油，感觉讲加油站的人服务真点点，所以这边规气招规官做伙来加油。是看到这么大的超跑车队。就大家都很小心，然后也调了蛮多人过来帮忙。每台车开园的时候价值不菲，所以大家都很小心。然后我们前置作业也准备了蛮久。工作人员的点点有得到肯定，和这个加油站一捆头啊，过来35台迈拉伦的这个跑车，甲加一个总价值超过几亿的，这么大的阵势嘛，有真侪人停落来围咧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